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这个今天晚上的直播。那么大家从这个我们的题材应该知道，我们标题应该知道，我们是要谈关于这个最近这几天警方所开出的这个罚单，1万元罚单啊，这个高数额的这个罚单，我们今天晚上就想谈一谈。那么这个到底这个罚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晚上也邀请了一位嘉宾，那就是傅祥威律师。那么傅祥威律师跟我在一起是同志嘛，是这个同个政党，也就是沙劳越人民联合党，我们在一起。那么我们也是同行。那么讲到这课题呢，傅祥威律师呢，他本身有一些的看法，对这些法律他的这个为什么这一次这个1万元的罚款会起的这个轩然大波，这个搞到大家都整个社会非常广泛的这个恐慌啊。那么我今天晚上呢，除了我单打独斗呢，我就拉他一起来聊这个课题，让大家更了解，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最近是大家最关注的课题。那么我们就欢迎傅祥威，你好，听得到吗？哦，等一下我帮你，嗨，麦哥，你好，你好。好，等一下我调一下我的镜头，好像怪怪的。你好像你的后面呢，那些装饰还在过农历新年呢。我就是头要尽量遮一下。OK， 可以了。那么今天晚上呢，就是邀约你谈谈这次的这个违规 SOP 防疫 COVID-19 违规 SOP 的这件事情，罚款已经高达他们说高达了1万元这些的等等事情。我相信你知道这件事情吗？哈，是，因为我今天看报纸，你昨天有发了一些的新闻稿，对不对？哦，不止新闻稿啊，我们看到的那种各大的那个社交媒体的网站哈，都把我的言论就是剪头没有剪尾巴，明白吗？就是那种断章取义的各种的各样的东西都有啊，所以我说还是以这个报章为准，好不好啊？看到这个报章，看到了没有？你这个是你吧？It looks like me, sounds like me, but it's definitely me。对，接罚单不等于罚1万元，这个怎么一回事呢？你可以告诉大家一下。OK， 这个罚单，这个就是我们常看，每次听到人家说的，掉3万到这个红肉干了所以如果是讲这个罚单，他写1万块，我们的人民就以这个是1万块的罚单，要还1万块了嘛。其实这个不算是一个罚单，这个是一个 tawaran， 是一个 compound 那么 compound 呢，在我们这个相关的法令里面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2021年的这个修正法案里面呢，他是说，如果违规这个 SOP 的民众呢、人士呢 ，OK， 他可以就是compound 就是我可以不控告你去法庭，但是你如果接受我这个 compound 的数额那么就此就没有上法庭就对了啦所以这个1万块，其实在我们的法律下是 maximum， 就是上限从1块钱到1万块之间的这个罚款的这个数额那么如果你这个罚单看到1万块，许多民众就认为说，哎呀，就是爱很这在1万块了嘛。对不对？因为1万块的字眼，而且你去读他的这个罚单这个 tawaran 这个 compound notice， 他是讲 sebanyak 1万块吧，10,000 ringgit 所以这一点呢，所以我就说，其实这个接罚单这件事情就引起这个轩然大波了不单单只是我们沙劳越，我相信是全国。你是在讲这个罚单吗？对吗？对，这个罚单这个 tawaran 我们看一下，你看就是讲Tuan Puan adalah dimaklumkan bahawa menurut kuasa yang diberikan
kepada saya oleh Seksyen 25 atas tersebut saya bersedia menawarkan 就是 offer 啊 offer 这个官员 offer 你 untuk mengcompile kesalahan ini dengan bayaran wang sebanyak 1万块。所以你看这一句话就顾名思义，就是这个罚单就是1万块了嘛。其实不是这样子，在法律上，在法令下不是这样子的哦。那么我们从这个罚单先说啊，我们从这个罚单先说哈。好，就是他其实讲的就是真的是1万块，1万块的1万元的罚单，对不对？对，这个就是1万元的罚单的。那么这个跟它的法律有冲突吗？我认为是很大的冲突了啊。怎么说？所以等一下我们进去看他的法令，我们去看他的法令，等一下啊。我来看看法令。是的，就是这个法令，这个是修正法案啊。Amendment Ordinance 2021年。2021年哦。对，最新的。你看它第一面的时候，它是什么时候修正的？有吗？老花眼啊，3月11号是吗？对，3月11号，就几天前嘛。对啊，就几天前嘛。那么我们就针对这个罚单，来看啊。这个罚单的话在3月11号对。Ordinance ini mula berkuasa pada 11 March。我把它转去英文版。好的，它有中英文版。啊，这个英文版。啊。这个英文版这边。好。好，那么我们去了相关的法令吧哈。相关法令是 Section 9第9条。这个。对了。我再把它放大一下给大家看清楚。好，放大一下。够大吗？对，够大了啊。应该够吧。再大一点。哎，就这样子哈。对。你怎么看法？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它的修正案最大的分别就是这个 compounding of offenses 啊。那么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呢，你再往下看一下啊，我们看那个数额啊 ，OK， 这边写的很清楚嘛，有没有？对了，这个就是说，如果是个人呢，那么这个 compound 的数额是不超过1万元，是不超过1万元，他并没有说这个罚单就是1万元，对，不超过1万元跟就是1万元，这个是很大的差别啊。对，那当然我们看 B 的话呢，这个是讲 corporate 啦，就是公司企业这一点的这个是5万元，不超过5万元所以你接到罚单不代表说你就是要还5万元，就是要还1万元的这个意思了。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这个昨天的《新洲日报》也好这个各大的中文报施华啦、联合日报啦、国际时报也好我都重复的同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收到这个1万元的这个罚单，所谓的罚单，其实它不算是罚单，它是 compound notice 不代表说你就是要还1万块那么这个今天的 Borneo Post 也是有登了，所以我认为说这个产生最大的误解让公众感到混淆的地方，主要就是在这个所谓的罚单跟这个法令的条文呢，其实它是不协调的，这是我的看法。那么简单来说，就是民众以为就是一个单一的罚款数额就是1万元，没得
商量，不管你是没戴口罩也好，没有社交距离也好，没有检测体温也好，等等，一律1万元，对不对？对，就这个引起了大家的恐慌。是，不管你是初犯者，还是第2次没有戴口罩，第3次被刷到，还是第4次完全都没有写到，就是一律的警方所开出的这个所谓的罚单啊，他不管了，他也不问你这个第几次犯法的，对不对？他就是开就是1万元，所以每一个人3月11号过后，3月12号开始收到的撒满这个job单就是1万元了你看不到其他的数额的啊。其实讲到这个三曼啊，牛肉干啊，肉干是吗？这基本上好像过去，比如说我们这一些交通违规了，我们犯了一些交通的规则，那么我们收到交通警察这个三曼通常据我所知，三曼只告诉你说你违反了什么条规，对，然后第二就是说你必须要去这个警局这个去缴付你的罚款，就这样子，对不对？对，他都没有写，这个执法人员没有说，哎，今天我看你不顺眼，我写200或者我写500，都没写这些数目嘛，对不对？是我们去到 counter 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要还多少钱的是的，同样的，这个也是 compoundable offense 嘛同样的。对。所以我认为讲这个所谓的罚单其实它不应该填上这个数额但是把这个法令写下去，给民众知道那么你的罚款将不超过多少？那么如果是个人不超过1万，如果是企业公司不超过5万那么你把这个条文原本的放进这个罚单对，要罚多少钱呢？你 leave it blank。就由执法单位去到你 counter 的时候，在这个 case 是这个卫生局嘛，我们总警长已经说了嘛，是 health officer discretion to decide how much is payable。所以你去到 counter，去到卫生部的时候，去到卫生局的时候呢，卫生局的官员会跟你说，就会把这个 blank 跟他填上去了这样子是正确的做法了，我认为是的，这个是应该是这么做的，因为这是 compoundable offense。不是叫你去法庭见，而是叫你去到有关的执法单位去，他们会决定你到底应该罚款多少，按照你的违法的行为，对不对？和严重程度其实这么说来，这个法令其实是有空间给这卫生部去决定，去裁决到底你是否是初犯还是严重违法，有这个空间，对不对？是的。但是这个3万却没有空间这就是没得好看，就是1万块，对不对？你应该就是10万、1万以内，你1块钱也是1万以内，50块钱也是1万以内，30块钱也是1万以内，对不对？1000块也是1万以内。所以我认为说，你就这样子放一个sebanyak 1万块，那是不对的。我认为这个罚单有很大的存在很大的法律的那个争论的地方其实我知道你的原意，你出这些的文告的原意，然后跟这些民众以你的专业的这个角度去诠释这个法律到底它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你的原意是这样，让大家可以安心了，就是说，其实真正的情况是法律的要求是这样，但是我也知道，好像你这篇新闻出了后，好像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好像你被黑了是吗？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被黑还是不是被黑，总之就是很多人就喜欢把我这个脸就 crop 起来然后把50块也 crop 起来好多那个1万变50这个也有所以你是魔法师，你是魔法师好像我是这个可以变魔术这样的魔法师这样可以把这个我并没有这么厉害了所以我们是根据这个法律条文来去做这个诠释we interpret the law, we interpret it 所以1万块以下的，你对于这个网络这些的断章取义这种的写法有什么看法所以我认为说我们还是就是主流媒体的说法为准以我的文告为准那么大家如果有看到这个所谓的网络媒体所写的，那我希望大家还是回去看回我的原汁原味的这个
我的 posting， 我的面子书上的这个上帖或者去看这个主流媒体所报道的我认为以那个为准不要只拿头没有拿尾就是断章取义的而且我说的也很清楚这个是卫生部官员的权限那么你去求情了之后呢，所谓的上诉了之后呢，他可能 OK 就是罚款你50块也好，100块也好，1000块也好，5000块也好，总之任何的数额都可以，只要是不超过1万元的都可以。我的原意是这样子而且这个50块也不是我第一个人说，我们的全国总警长好像也是有说麦哥有这个简报是吗？你OK。我们的全国总警长也是有说出这样类似的这个这个是这个是你的等一下，这个吧全国总警长全国总警长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也说得很清楚这个是警察的一哥马来西亚的阿桃所以如果连马来西亚的阿桃都讲这样的话就是说罚款1万块不代表说你就是拿到1万块的罚单，它可以是1万ringgit也可以是1000或50ringgit，甚至赦免对这个赦免我就不敢讲但是我们看那个法令的话，它是说不超过1万元所以50ringgit也是这样，在1万元里面嘛。所以我认为说，我们这个罚单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轩然大波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罚单里面就只有一个数字1万元，当然快到这个几万块都听贵哪个会港级甚至是1年的薪水可能所以我总觉得这一次的事件真的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一种引起的民众的误会和恐慌，恐慌是不需要的，特别是我们这种疫情的时候，大家的生活都过得很不容易，但是在这个执法方面，我们这些细节，我觉得是真的之前应该要好好的要好好把它安排，不应该引起这样的恐慌。对，要理解。因为法律其实好像祥威刚才你解释这些法律那些写得很清楚，很直截了当，不超过1万顶线。那么从1块到1万元，只有个这么大的空间给执法单位去考量你的违规行为你的那个严重程度去罚你。其实这个就是一般的法律都是这样。对对，在这个事件上面呢，是警方是没有权利决定这个罚款的数额的。那总警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警员我们的 police 我让人马达是没有权利决定这个罚款的 compound 的数额的。但是如果你讲这一方，你讲他讲只有这个卫生局的官员才有这个权利决定要放多少钱。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看到他的那个他的那个 compound notice， 他的 slogan，那个警察就自己写1万元是的，然后签。所以这个不是在自打嘴巴我认为所以我认为这个在法律空间是存在这个争议的空间是的。那么你觉得我们在沙劳越我们自己通常我们律师都知道是有沙劳越的法令，也有这个联邦的法令。那么现在我们谈的那个1万块的最顶线1万块罚款的是2021年紧急状态了，我写在这边这个施政法令。那么你觉得沙劳越这一块呢，还有没有其他的路还有没有其他的执法的法令我们可以使用？我认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法令那么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法令底下，我们有这个自主权就是说在沙劳越，因为我们沙劳越我们也可以制定自己的 SOP，沙劳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民众从我们去年 MCO 3月18号开始到现在，我们都不停的有不一样的或者是更新的这个所谓的 SOP， 都是由沙劳越政府或者是沙劳越灾难管理委员会 SDMC 所制定的。那既然我们沙劳越能够制定这个 SOP， 那为什么
在这个罚款或者是惩罚方面，我们不能够自己做主呢？所以我认为说，我们沙捞越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自主权，在于关于这个违反 SOP 的人士在沙捞越发生的话，那么是由沙捞越政府来决定，我们的执法单位来决定这个数额多少，这个罚款的数额要多少。其实你讲的这个就点出了今天昨天有2位，一位是那个纳杜陈超耀，陈超耀助理部长，还有一位是那个梅里市政局的市长，市长也是提到说，其实沙捞越有这个法律，2021年公共卫生保护法令这个是沙捞越的。他们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说沙捞越其实我们在执法这个 SOP 违规方面，其实可以使用这个法律。那么你刚才说的这个很好。那么我也去这个上网下载了这个法令，所以跟大家这边分享一下。沙捞越自己的对，就这个保护法对，Protection of Public Health Ordinance。这个是在去年的2020年的嘛，最新的嘛。对，最新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疫情过程里面，其实联邦于沙捞越很大的这个自主权的空间，在防疫措施方面，特别是公共卫生防疫措施方面、控制预防方面的策略，甚至法律，我们都有这个自主权。所以这个真的是这个真的是很好，很重要。所以我说，我们能够制定自己的这个惩罚、这个罚款的数额，那是最好的因为既然我们能够制定自己的 SOP，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制定自己的这个罚款的这个数额？是，所以我给大家看一看，我也稍微研究了这个的。前面是说，去年6月10日去年6月10日去年。那么所以我们已经有现有的法令了嘛，那为什么不要用回我们自己沙捞越的呢？是的，那你看这个，你看可以看到它有这个行动监督对，行动监督，它还有这个你在疫情当中你所进行的一些的活动控制，那么它这里是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这句。Any person contravene 就是有谁在违反了这个法令任何一项你就是等于说你是有一个你的刑法这个罪行 offense yes 那既然我们有这个法令的话，我认为我们可以用这个法令是有趣的是，这个法令却没有提到说有多高这个顶线这个罚款的数额。对，yes， 所以按照这样子来说的话，你是谁可以决定？是谁要负责决定这个罚款的款项？我们就看在下面那个是谁来很清楚嘛。Minister for Local Government and Housing 这个是沈贵贤医生，沙捞越人自己来去制定我们的这个罚款的数额，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当不过的是的，所以这个是由部长必须颁布颁布这个数额的这些的，对，给这细节，所以我个人也完全同意你刚才说的，除了沙捞越自己有自主在这方面有自主权，那么我觉得沙捞越可以协助我们，可以纠正这个联邦的这个罚款的这个小细节，纠正它，就是说我希望混淆，希望沙捞越政府能够和这个联邦这些单位，特别是卫生部、警方得到一个共识，说大家用这个在沙捞越我们就用这个吧，就用这个法令吧我们这里法令可能是罚款1000或者2000等等就是最高在沙捞越最高所以这个希望警方也能够采用，希望卫生部能够采用，地方政府执法人员能够采用，说大家统一的使用这个沙捞越的法令。是，我觉得这样子沙捞越人，我觉得就可以更清晰、更清楚知道
他们到底犯法了是怎么样子？因为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之前我们都是罚款1000元嘛，对不对？对违规啊，一般上社会上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子的这么大的反应，对不对？没有错，没有错，大家可以接受这么1000块，那么因为没戴口罩，上限嘛，上限是，我希望沙劳越政府能够透过这条法令，重新我们回到那个起点好，那个起点。但是我也是去了啊，但是那一些比如说那些刻意的那些重复违规的，特别是比如说一些人擅自离开隔离中心等等逃跑那种的，那种我相信全民都会受全民咒诅。你罚他10000块，大家还嫌少，对不对？对，那个是所谓重犯了重犯对，那个罚10000块，我相信没有人反对，没人反对，是，也没人会同情啊。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那些很严重的违规行为，刻意有这个恶意去违规行为或重犯的话，我相信我们还有空间。就是刚才所谓的，刚才我们的联邦那个法令，你的极限是1万，我觉得我们还有空间。所以在一般的这个违规行为呢，我相信在沙劳越我们应该用这个法律已经足够了，我们有足够了，对，足够去主下，我觉得已经足够了除了是那种像你刚才讲那种顽固不明的。这个故意犯法的，故意去重犯的，我们讲 repeat offender， 那么我们就用联邦的法律来收拾他吧。其实我今天也是去这个卫生局早上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我去了这个古晋省的这个卫生局了这个Pejabat Kesihatan Bahagian Kuching那么我也找了他的负责人聊一聊，那其实他们那边也其实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得到这个指示或者是指令，说这个数额方面 compound 的数额方面到底是多少钱所以他们现在目前也还没有接受这个payment， 就是付款所以如果你今天拿着这个沙曼你今天拿着这个沙曼，这个警方开的这个沙曼去到这个本家刚才你的那个照片去到那边的 counter，你讲要还钱的话，他们其实不收的他们还没有那么因为他们还不确定，还不知道这个数额，他们这个Ketua Penggara那边我们看到刚才那个法令他们还没有一个 SOP， 所谓他们的这个 guideline， 在什么情况之下是罚多少钱，他们连那个 guideline 还没有出来因为这个毕竟是太新了，3月11号嘛，几天前罢了嘛几天前罢了。那么3月12号开始，警方就陆陆续续的开这个1万块的罚单了，在全国各地但是卫生部那边呢，我今天下午亲自的去了解了之后呢，就是他们其实也还不知道，虽然讲是卫生官员来去 fill in the blank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还没有这个指示了。这样子麦克我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今天的最新的进展。这个文告呢，我明天报纸应该会出来。那么他也同意我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上限是1万块所以不代表说你今天收到的这个罚单写1万块，你就是要还1万块这个他也同意我这个说法是的。所以我们大家就是耐心点就是如果收到肉干的就暂时就是等候这个接下来进一步的公布了其实最重要，我们这个今天晚上谈这个是让大家是说了解法律，因为我们这个是骗不了人的忽悠不了人的，这个法律的确是这么写的，是大家是理解一下，照实情而说那么我也收到今天晚上最新的这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呢说这个他们将提成这个罚款 SOP 违规防疫 SOP 罚款指南将会明天提成给内阁去考量，同意依照这个严重程度来减轻这个罚款。我觉得我本身认为
他们设了那个最高极限是1万是没有错的，但是只是说你从1块到1万块这个中间这个空间，我觉得有关当局必须要设计一下。是没戴口罩是多少？没有错，要没有错。你如果是收到一个3万就写1万块的话，你让人民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呐。他几万块让被还没有，我哎呀，我可怜啊！那些理发店啊，那些面摊啊，要卖多少的面才能赚到1万块？真的是，想象空间太大了哦，1万块啊。对，我认为说对这个同情，但是我绝对，你同意我吗？我们绝对是支持要执法，没有错，一定要严格执法，没有错。疫情真的是夺走了太多的生命了，太多的生命。所以我希望说，我们也希望说，这个 SOP 大家会去遵守啊。我们遵守 SOP 不是为了没有收到这个1万元的罚单，而是为了避免这个所谓的万一，就是得到这个 COVID-19 啊，是这个万一，这个是你的命啊。那个1万的3万啊，哎呀，那个钱跟生命比较起来，还是以生命为重了，我认为了哦。但是我这2天哦，觉得蛮安慰的，蛮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2天呢，开始许多的商家民众开始问，哎，到底我们这个行业 SOP 是怎么样子？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我觉得很好，对，我觉得很好。你如果说这个1万元的这个罚款有没有发起了这个警惕作用呢？我觉得是有，很成功，大家开始很注意这个 SOP 了，行业的 SOP 没有错。那么我觉得我在这边呢，也借这个机会呢，告诉大家呢，那么如果你在乎 SOP 是好的，我希望不是因为单单这个是这个有这高数额的这个罚款，你才愿意去注意。我希望你注意 SOP 是为了要保护你自己，保护你的家人，保护你的顾客，保护你的生意。对，没有错。保护你住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才是正确的出发点。好，是。那么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你自己行业的 SOP 或者你个人的 SOP， 你可以直接到这个沙劳越的地方政府和房屋部的这个 MLGH 的网站去下载你要知道的 SOP， 下载官方 SOP， 不要下载麦克这样说的，牛登富说的，或者是网络 Facebook 讲的，或者甚至是报章说的。下载官方的这个 SOP， 看看他们用的字眼，他们所要求的细节，我真的是鼓励大家去看，谢谢你去看。哦，还有一个就是祥威，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重新这个延长了我们这个 CMCO， 对不对？然后沙劳越政府也有颁布了这个重新的最新的这个 SOP， 你有看到吗？那个 SOP 对，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发布的，对吧？是昨天发布的，对，里面有讲到，例如说给你一些例子，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在公众场所旁边都没人的话，无人之地的话，你可以不戴口罩。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比如我就提出一个比较大家很常思考的，到底我需不需要戴口罩等等这些问题，我觉得大家应该去看一看。去下载一下我这边也不多聊，就是要求大家，如果你真的是这么关注 SOP， 赶快去下载，自己读清楚点，当做圣经来读，好不好？这样就不怕这个所谓的1万了对呀，1万的话你什么问题都没有是啊。我会想，我们还是回到自己本身就是自律这一方面了，我们要做好自己的这个自律的本分在无时无刻，因为麦哥，我跟你讲在古晋你在15嘛，对不对？现在，对，在古晋我看到很多的，你有时候去到外面吃东西，你可以看到吃完东西了就是坐在那边还跟友人那边就是朋友啦车大炮啦，讲话啦就是不停的，那口水一直在喷你的水是没有喝完了，放在那边了。不过你们坐在那边就是一直在讲话，口水喷来喷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虽然没有这个 SOP 说你不能够
但是因为我们在喝着水嘛，吃的东西嘛，讲话没有错嘛，但是尽量的去避免。我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那么在外面尽量就是赶快吃完赶快走，这个是我很倡议的，就是不要久留在那边跟朋友聊天聚餐聚会等我们每一个人打好那个疫苗78%了之后我们再来去跟外面的人跟朋友聚餐这样子了。我认为现在的情况最好还是不要我这次我在思无去到处去巡视的时候，有一点是蛮失望的，是看到一些的咖啡店，那个其实进入口你应该是只有规定一个进入口，但是现在我也看到一些人这 SOP 比较松懈了，他们的进入口到处四方八面都可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顾及到自己安全和顾客的安全，所以这一点在古晋的还不错。做的还古晋还不错，古晋还不错，他们的控制这个进入口，我觉得这方面商家们要注意。那么顾客们，我还想讲这句话：如果真的你发觉到咖啡店是这样子，你不要光顾了，真的，这不要光顾了。这个大家的 SOP 很重要没有 SOP 这个你的这个行业大家也没信心。现在这个已经是这个新的标准新的标准。对然后我也发现到很长时候我们在外面用餐了就是用完餐了之后，因为习惯嘛，就是吃完了之后，很累了，那个口罩还没有拿出来，或者是跟着白就站起来直接去考的还钱也没有戴口罩然后他的旁边的才拿出来这样戴这个其实蛮危险的，所以我就是奉劝大家，就是在外面用完餐吃完了之后，在还没有站起来之前呢，就先把口罩戴好，然后才站起来走出去。你不要在走着路的时候没有戴口罩，那你摔不摔？等一下你的警察就在你隔壁或者是那个便衣警察也在那边吃饭，那看到你这样，他随时站起来又开多一个散板给你到时候又头痛对了，你讲到这个，其实我们在网络上这几天，因为许多人许多人中到3班嘛，然后他们在这个社交网络上，哇，大讲特讲，哇，讲了我只不过是拖了一下，喝了一口水就中3班。我觉得这一种的，有些人问我有没有这么有没有这么恐怖啊？我告诉他们说，这一方面你在社交网络上读的看的，其实你要有保留，因为第一你不在现场，第二你不是当事人，第三你只读到他说的，你还没有听到这个执法人员怎么说，他可能这个情况不是他所说的这么简单，没有这么欢没有错。有时候我在吃这东西的时候，麦哥，我旁边走过的人没有戴口罩我都怕，因为他没有戴口罩，一边讲话一边口水那边喷，我多么怕我的东西进到他的口水，所以我们都很担心所以我觉得要顾自己也要顾别人的感受啦，我觉得是这样子啦你们千万不要去相信这个网络上他们这个截图一大堆跑出来一个我的脸，刚才你放的，然后你违反 SOP 没有关系，福祥威律师说会50块就可以了如果你是以那一个作为准则的话很多这个网上的那些不知道什么红豆冰什么冰啦，我也不懂讲你去找福祥威，那个其实他就是在害你，你明白吗就是害你去犯法害你要犯了之后，以为讲这个就可以50块解决了。其实我的用意并不在于此，我的用意不在于讲就是违反 SOP 了之后，你拿这个罚单去找福祥威，他就可以帮你减刑到50块钱。这个从头到尾都不是我的用意，这个是法令所写的，1万块以内都可以是的。所以最后呢，想告诉各位听众的就是，这些执法救不了你的命，救你的命的是 SOP，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这个1万、2万、3万这个罚款被蒙蔽了。其实真正要注意的还是那句话，遵守 SOP， 因为这个救你的命也救其他人的命没有错，是你自己救你的命不是法律救你的命的对，自己要救但是我看了这个我们这边我看了这些留言，基本上没有什么没有提出什么的问题想了解的有吗？有大家有没有去分享帮忙分享一下？对呀。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这边提出来
麦哥也是律师，他比我资深啊，麦哥比我资深啊，因为你比我老嘛，什么你比我资深啊。哦，对了，今天晚上其实我们的这个意图做这个直播意图不是告诉大家，哎，面干了啦，不是10000块啦，不用怕啦，明天早上去咖啡店乱来啦，不用戴口罩啦，反正几百块可能1000啊，不要紧啦，0.5啦，不是这样的意思啊。傅祥威发的这个文告告诉大家跟大家解释这个法令的怎么写法，它的原文意思讲法不是这样，大家说现在我们松懈了。不用怕了，命给了哈，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好像刚才傅祥威说我跟我们分享的网络那些的这样子的写法哦，不用怕，他会帮你变得快，不是这样讲哈，不是这样，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知道法律是为了知道法律保护自己，然后最重要的 SOP 来救自己啊，最重要。搞不好麦哥，我们今天的这个 live 啊，就已经被人家 screenshot 起来了啊。然后在旁边再写一些文字，陈明志、傅祥威叫大家不要怕又放到各大吹水站、网站上有事情找这2位律师。我跟你说，你这个 video 我们还是要就是保留起来你不要 delete 了，等一下。不会 delete。这个视频呢，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重复观看，在我的网站上还可以重复观看。对，是大家还是真的希望大家都平安。大家都平安，大家都在这个疫情能够平平安安的，一直到你施打疫苗。对，施打疫苗，大家赶快去注册啊！你注册了没有啊？祥威？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麦哥这边下面留言不管是麦哥或者我，如果看到过这个直播完毕了之后，我们能够尽力的能够解答的，我们尽量帮你们解答，好不好？是的，是的，最重要大家平安了哈。好了，我看我们直播就到此为止哈。谢谢你的时间，谢谢各位大家的时间，愿大家平安，拜拜。